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2日。以赛亞書35章10節安尼講：上主贖回的人回倒轉來，唱歌來到錫安，永遠的喜樂為做因的花冠，因會歡喜快樂，無閣有悲傷吐氣。三角來祈禱，將阮贖回，互阮倒轉來，通歡喜快樂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真、至聖、永活、永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滿有憐憫、滿有慈悲、滿有疼痛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，阮感謝你對過去到現在直到永遠，你的信實永無改變，也無轉世的影。主啊，阮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阮雖然捌行迷路，也捌跋倒失錯，總是令無比的疼挽回阮，互阮通得到對你來的平安。主啊，阮要感謝你，你贖回的人會倒轉來，唱歌來到錫安，永遠的喜樂為做阮的花冠，阮會歡喜唱歌，無閣有悲傷吐氣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